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去到鑽石山荷里活廣場，呢一間係一間新開嘅中式餐廳客館，呢度係有一啲中式點心同埋食一啲客家嘅食物。呢一間餐廳係喺26年6月中度開嘅，我今日係假期端午節去嘅，入到去裏邊就見到一啲土樓嘅裝飾，地方上算都闊落嘅。見到每個職員都戴上一個米黃色嘅帽，有啲人講話呢啲叫做客家兩粒，甚至乎係客家婆帽添。呢頂疑似藤嘅帽，除咗防曬之外，呢頂帽更加象徵住客家女性刻苦耐勞嘅美德添。見到呢張點心紙都有唔少點心，仲見到一啲客家茶果可以點嘅添。呢度亦都可以用 QR code 直接落單嘅。我哋嗌咗以下呢8樣食物，包括有湯啊、點心啊，同埋一啲茶果。呢一間客館都係同屬於稻香集團，所以佢哋都係用呢個自助加水器嘅。呢個加水器都相當之方便，佢會顯示呢個水嘅溫度同埋壺裏邊嘅水嘅容量。當個水煲冇水，更加自動會加水，相當之方便。真正煲出嚟嘅水係100度，可以做到水滾茶靚辣。呢度嘅點心價錢喺唔同時段都有唔同嘅收費，最貴大概係34蚊至到37蚊。另外見到呢張 menu 有好多客家食物，譬如豆腐啊、菜啊、炆肉啊等等。食物嘅種類都唔少，價錢亦唔算好貴，其中仲可以有一啲可以嗌半份，譬如好似脆皮咕嚕肉咁等。我哋第一個點心到咗啦，呢個就係 XO 醬蘿蔔糕。呢個蘿蔔糕相當之脆口，而且上高裏邊嗰啲辣椒仔都好惹味嘅，蘿蔔味都幾重，而且咬落口裏邊都食到一啲蝦米喺裏邊。蘿蔔糕有少少辣，非常之好食。跟住嚟咗3個點心：味豆茶果、潮州粉果同埋奶黃馬拉卷，全部都係新鮮蒸起，見到啲煙都仲出緊嚟嘅。先食下呢個奶黃馬拉卷。馬拉卷有4件，食第一口嘅時候估唔到佢個奶黃味都相當之突出。個茶果就見到相當之黏嘅，我哋都要用相當嘅時間先至可以分得開一隻嚟食。茶果個味道就偏淡，打開嚟睇就見唔到有咩味道，可能磨溶咗喺裏邊啦。我覺得味道都尚可，唔算特別好食。反而嘅潮州粉果就相當好食，用料十足。跟住試下個燒賣，燒賣有4隻，燒賣上高都有一隻唔細嘅蝦，同樣都係新鮮蒸出嚟熱辣辣嘅。豬肉味都好香，而且豬肉嘅份量都唔少，味道係水準之上噶啦。呢一個係客家煎釀豆腐，我對呢個煎釀豆腐都有啲期望嘅，因為客家豆腐係比較出名。另外呢個係桂花瑤柱炒粉絲。呢件客家豆腐都相當之完整同埋美觀嘅，見到上高釀咗一啲鯪魚肉，但我品嚐咗一啖之後就覺得有啲失望。豆腐嘅味道唔夠濃郁，而且嗰啲鯪魚肉都係偏淡，啲汁都係偏淡，我覺得味道就大失所望啦。反而嘅瑤柱炒粉絲就有相當嘅驚喜，上高加咗唔少蛋碎，而且相當之夠味，食落去加多碗白飯，非常之好餸飯。最後飲埋呢個杏汁豬肺湯，呢個豬肺湯 menu 上寫住係4位用，我哋係6個人去，成煲豬肺湯畢嘅都唔止6碗，仲有得剩啊！所以呢一煲豬肺湯份量都相當之多，而且湯裏邊嘅杏汁味道相當之濃厚啊！喺食咗咁油膩嘅情況之下飲呢一煲豬肺湯，我覺得非常之好。我個女就話呢一煲豬肺湯同喺太興飲嘅差唔多味道，可能係同一個集團啦。128蚊呢一煲湯可以夠6個人飲，我覺得都相當之抵嘅啦。我哋一共6個人嚟飲茶，埋單嘅時候係562蚊，人均消費93蚊左右。假日晏晝嚟飲茶都唔算貴嘅啦，呢個價錢。總括而言，今次嚟客館食嘅呢一餐晏晝，食物嘅質素都相當之唔差嘅，
除咗個眉豆茶果同埋呢個客家釀豆腐令我失望之外，其他菜式好似呢個 XO 醬蘿蔔糕啦、瑤柱炒粉絲、燒賣同埋杏汁豬肺湯都係唔錯嘅。最後希望大家幫幫忙 Like、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我哋就快突破1000訂閱，希望大家鼎力支持。最後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